目前是水蜜桃的产季，不过今年新竹减少的水蜜桃，煞是因为雨水的关系，产量剩一半，农民只好甲价销压好悬，不过煞是造成销无路。乡公所即马是希望民众会当甲农民斗相共渡过难关。地下内底全拢是派去的水蜜桃，农民生活来实在真艰苦。今日来果子园嘛是烂甲规涂骹。 连树仔顶的果子嘛出现白痕，不是只有裂果，后面如果是落果的话，后面这个地的话也掉下来的话也不能出。新竹县尖石乡水蜜桃3、4月受小连续的雨水影响，产量剩去年一半，大约300公吨。农民为了顾米本，只好提悬价销，结果颠倒卖袂出去。即马希望大家做伙来斗相共。就是水伤啊、雨伤啊，所以我们。 这样的话，我们影响非常的大。除了公所之外，那就是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机关啦、团体啦，我们都会发讯息给他们，能够来自行采购啦。目前乡公所已经成立平台，希望会使甲农民斗销水蜜桃，而且强调民众买到的水蜜桃对采收送到厝，平均袂超过3天，请民众安心采买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